来看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后，头一摆有美国的军舰驶经过大海，中共东部战区今仔发布讲，美军的种神号驱逐舰，阁有一只海洋的亮出船哦，伫初10到12通过台湾海峡。咱国防部嘛证实讲，美国的军舰有通过大海。有学者是认为讲，这表示川普政府正关心地缘战略，嘛正重视台海情势。南华维持对峙袂顶袂当的局面。美国总统川普就任了后，第一摆有美舰通过大海引起关注。中国东部战区杂志表讲，美军强神号驱逐舰保持7号海洋庆牛船对初10到12通过台湾海峡。在2月10日的上午，有侦获美舰由北至南执行这个航行任务。那期间呢，我们也运用相关的手段监控共军的各项的动态。美军强神号驱逐舰是大家较知的，过去都捌经过大海，但是这摆佫加上保持7号海洋庆牛船，外界解读讲有可能伫大海做侦搜任务。国军强调讲，全程拢将压死在海空域的动态。如何跟我们友盟国家的合作？密切的合作，这是我们既有的一个机制。美国印太司令部证实讲，美舰经过大海是无属任何沿海国家的领海，但是达到中国的敏感神经。国防部12发布讲，侦找到中国军机30只，其中23只处是超过大海中线，入去到北部、西南和东部的空域，变作3面围台的态势。加上中国军舰7只，公务船1只。出现伫大海，学者分析讲，美舰软过大海，反映出川普2.0是更较重视地缘战略。在川普2.0政府日渐重视地缘政治跟地缘战略的情况下，台海的重要性会日益的被重视。同时，由于美国、朝野两党都高度支持台湾，加上川普内阁包括国务卿卢比欧都是强烈的反共派。国军反制中国军队的威胁，强化建军备战。传出今年汉光演习的规模会对过去的5天4暝翻倍变作10天9暝。对这国防部回应讲，各地规划会甲军民整合来纳入训练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